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由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主办的第49届艺美奖盛大举行颁奖典礼，包含平面、电视、广播和中嘉宽频地方主题特别奖4大领域。其中最佳地方主题报道奖由台湾艺术大学让遗忘留在这里得奖。最佳地方主题纪录片由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弦外之音得奖。中嘉宽频希望借由奖项鼓励同学一起记录大小事，关怀地方。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所举办的第49届艺美奖，在3月24号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包含平面、电视、广播跟中嘉宽频地方主题特别奖4大领域，鼓励学生发挥创意。系主任邱启明表示，非常感谢中嘉宽频赞助地方主题特别奖，让同学们借此关注自己的生活与家乡。他也发现同学们的创意一年比一年丰富活泼。过去几年来那中嘉宽频一直都蛮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都有在地方主题上，或不论是新闻采访或者是主题地方新闻主题，或者是所谓的记录报道这样的一个议题，实际上也在做一个推广让我们国内的同学能够也关注自己一个地方的一个事务我个人也参与过个人是参加第10届但是在学校服务30多年了那每一年都参与，那看到的就是同学创意那基本上是比起过去的一个年份实际上是相当活泼然后美学也有在提升那接着就是对生命感受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更能够打动人心中嘉宽频联制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表示，中嘉集团会增设地方主题报道奖以及地方主题纪录片奖2个奖项，是因为中嘉本身就是地方媒体，希望借由奖项鼓励同学一同关怀地方，记录大小事。中嘉集团经营的12家有线电视本身就是地方媒体，好，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地的媒体多多关心地方的事务。那二来，当然透过这个奖项呢，我觉得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你的这个周遭的生活以及社区的议题那其实现在很多人觉得说年轻人不看电视，但是我个人觉得除了网络以外，其实倒过来想，其实年轻人应该多多利用电视平台来发挥扩大影响力在这边还是希望同学想着就是最在地、最国际，那也可以从地方年轻人的视角看到不一样的未来。中嘉宽频地方主题特别奖的最佳地方主题纪录片由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弦外之音得奖。同学们耗时1年半的追踪，以射箭教练关德才为主角，记录台中射箭场所发生的故事。导演林宇纯表示，感谢中嘉设立特别奖，让他们最终选定这个主题，也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关心这块土地的人文故事。因为我们这一年半走来，就是纪录片拍蛮长的时间。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很重要的教练有跟我们讲过，就是他在这边从一个人变成一整个家庭，这样就是我们除了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感动之外，在这1年半的过程中，好像也真的像他们成为他们家人的一部分，然后就是也蛮感动的。第49届艺美奖在全国大专院校生踊跃参与下，共有79件优秀作品参赛。其中，中嘉宽频地方主题特别奖最佳地方主题报道奖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让遗忘留在这里得奖。最佳主题纪录片则由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弦外之音得奖。期待同学们借由比赛发挥创意与专业互相砥砺，增广见闻。台北市政府在愿景馆打造 AI 虚拟导览员元宇宙市长，相当吸睛。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虚拟分身元宇宙市长同台互动，更成为现场的焦点。当蒋万安遇上蒋万安，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带您来一探究竟。请问你比较帅，还是蒋万安比较帅？
有恐吓的味道哦。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场问他的 AI 分身元宇宙市长谁比较帅，这个问题让元宇宙市长当在现场无法回答。3、2、1，请点亮。2024智慧城市展，台北市政府愿景馆在南港展览馆2馆开幕，最吸睛的就是这个蒋万安市长的 AI 分身元宇宙市长。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方面期盼透过与这个虚拟导览员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让参观民众能更深入了解台北市政府在推动智慧城市的努力。其实这算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虚拟导览员的2.0啦，就是去年的北市府愿景馆，其实我们就有做一个导览员，但是当时的导览员是我们捏出来的一个3D 模型。那我们今年会希望说，这个3D 模型是更让来互动的人是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就决定，用现在已经也很成熟的一个技术，然后就把市长做出来。那也主要是会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个互动是更有趣味的。是有特别提供给资讯局跟电脑工会啊，让他们可以自己上传一些知识库跟题库。然后这些知识库跟题库呢会被 AI 综合消化训练之后呢，送到生成式 AI 的大语言模型那边，让它回答的时候可以更人性，然后更像真人的回答。所以它背后的原理其实就是以生成式 AI 去 power， 然后可以去加上一些我们企业或政府局处想要预先让这个 AI 知道的内容。戴上穿戴式智能装置，蒋万安与元宇宙市长在虚拟世界相见欢。这个 MR 混合实境则提供另一种沉浸式互动导览体验。好，那 MR 就是 Mixed Reality， 它可以把3D 的成像跟影像呢，然后它会有对空间跟物理的理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蒋万安市长出现在这样的空间中。那它的概念其实跟现在 Apple 推的那个 Vision Pro 是一样的。在这2年，其实从最早 VR、AR 开始被讨论之后，技术逐步的在成熟。那我们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是成熟到足够有办法让大家来体验这个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很快要变得规模化了。那我们希望借这次的这个展会的这个机会，也让大家看一下说，马上就即将要成熟的这样子一个技术，未来大家的生活会是长成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会想说，也许里面这个世界不要跟真实的世界差这么远，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融合一些真实的场景跟一些虚拟的内容，然后希望在这个虚实整合之间，能够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受。蒋万安也分享创作 AI 分身过程，强调 AI 发展已经超越大家的想象，更是驱动台北未来的关键。因此，台北市政府除了加速建设智慧城市，更计划投入经费培育 AI 相关人才。像以前我拍摄过是有非常多颗镜头，但这一次他们团队是用手机一机到底拍摄就可以完成，能够把我的分身原型直接呈现。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势必是要跟上 AI 的趋势，所以包括昨天我到中山女高参加 STEAM 新科技办公室的成立，未来也会积极的推动包括 AI 专班计划，以及3年内投入2.5亿的经费来打造以 AI为核心驱动的智慧城市，培养相关的人才。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都会努力，在今天的智慧城市展台北愿景馆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核心要 hold 住，7个。好，关节回来，关节刚有在练。蒋万安也体验了结合 AI 大数据的多功能运动训练器，以及实际了解5G 救护车透过救护视讯联防，如何增进偏乡病患到院前的紧急救护服务处置率。蒋万安强调，运用科技就是要打造服务型政府。我们的消防局其实跟很多科技结合，我们透过无线无人机、人工智慧的方式，对于很多救灾设备的投放，深入到即便是讯号微弱或是难以深入的水域或山区，我们都可以运用科技做更好的救灾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水利署，我知道我们透过很多新的人工智慧技术，将即时的水情透过各种社群媒体的方式，即刻的反应，让市民朋友了解并且掌握。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运用科技到各项市政的推动，而更重要，我们强调的是服务型的政府。运用科技最重要的，我们是服务市民，提供最优质优化的服务，让市民朋友使用跟享受。以
安全、运动及未来为3大愿景主轴的台北市政府愿景馆，还展出台北库克云 AI 智慧教学辅助平台、台北捷运路网及列车动态显示系统及智慧水表应用服务等，邀请市民朋友即日起到3月22号到南港展览馆2馆、台北市政府愿景馆，感受未来智慧城市的科技与便捷。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基隆高中学生陈玉成在亚洲青年暨 U22 拳击锦标赛的选拔赛获得金牌，成为基隆首位拳击国手。4月将到哈萨克参加国际比赛。议长童子伟和基隆市拳击委员会提前到学校为陈玉成庆祝18岁的生日。市府教育处也送上大礼，将补助基中和八斗国中设置拳击擂台。戴起拳击手套，眼神坚定向前挥拳，拳拳到位，每一次的练习都不马虎。他是来自基隆高中的拳击选手陈玉成，日前在全国选拔赛获得金牌，成为基隆市第一个拳击国手。我未来就一样继续努力，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为国争光。陈玉成高一时就为基隆市拿下第一面全中运拳击金牌，但到高二时又因为屡屡战败而一度想放弃拳击。到了高3又重新振作起来，在国手选拔赛获得金牌，每天苦练至少得打4000拳以上，让他常常练到手受伤，甚至脑震荡都不放弃。刚上高中的时候比较找不到目标，对，然后我高1的时候看到很多就是同辈的都在打拳，就是大家社团就都在打拳，所以我想说就是跟他们一起接触看看。对，后面越练越有信心，然后对，再来就是拿到那个全国第3以后，我觉得应该要就是努力应该要跟上这个名次，因为他的量级来说算矮的，他是不算高，连我都算矮的，他也算矮的，就他是打50式，他又比他高1个头，他对手就比他高，还有一个比他高很多。他说我看好像是可能倒数的身高了，这身高不算，可是他完全优势就近身，就是贴近别人，就不给对手机会。那真的是高的人会怕这个，他真的在这个近身技术，连我都比不过。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陈玉成苦练2年多，获得了国手。议长童子伟、基隆市拳击委员会主委施伟正及市政府教育处科长杨永芬、校长钟定先提前为陈玉成庆生。我在看他训练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刻苦，他一天要打4000拳以上，4000拳大家可以想象吗？他要带着伤在训练，有时候因为我自己也练过田径，我知道这个选手训练的过程中非常刻苦，那其实最后都要靠耐心跟毅力去撑过去，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拿到这个基隆第一个国手资格。那我们希望他可以让他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开始，未来可以让基中的学弟们有更好的训练环境，他真的是贡献卓著。那特别谢谢李应教练，他真的是穷追猛打。他这每天都赖我这个选手的近况说这那韦正议员主委对这个拳击的运动非常用心。我刚才才发现说他高中的时候有打过拳击，难怪他也这么投入在这个运动。所以大家好的人才，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这个运动的发展在基隆就会有好的方向。基隆是一个多元的环境，比较着重在自主训练，尤其是选手遇到天候因素，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外面训练的时候，常常一个人会在室内训练，所以相对来讲，教练跟选手之间培养的默契以及训练的质量就很重要。那很感谢能够有这样子的组合，让我们基隆的拳击能够出现在全国的赛事或者是世界的赛事上。所以希望我们也期许就是玉成这样的选手未来可以在国际上出现越来越多，尤其是代表基隆出赛，能够让基隆体育的人士能够越来越多的投入。市政府教育处体健科长杨永芬也宣布好消息，市政府将补助基隆高中设置一座国际比赛擂台赛，在八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持续支持运动发展。基隆市在运动的这一块，虽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但我们绝对支持选手。那像拳击，不管是任何的项目，我们都很支持。像拳击这一块呢，我们知道他们场地受限，在今年就会补助
再选择八斗高中，然后设一个30万的可拆式的擂台。那在基隆国立基中这边呢，我们有一个150万的国际比赛型的一个擂台，让选手可以长期的一个训练。那每一间学校我们都会择重点，让学生可以不受学区的限制，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都可以到那个学校来做继续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也恭喜我们育成这边，那以未来场地就会建制好，让我们选手可以有更好的环境。陈育成4月要到哈萨克参加国际赛，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为基隆、为台湾争取荣耀，成为台湾之光。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为了解决桃园的驾驶荒，桃园市政府推出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只要报名受训就等于就业，补助累计最高可以领20万。日前举行开训典礼，希望可以借此补齐司机的缺额。全台闹公车驾驶荒，桃园市在疫情解封 T-Bus 上路后，司机的缺额更是超过250名。为了鼓励民众投身驾驶工作行列，桃园市政府推出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政策，只要报名受训就等于就业，补助累计最高可以领到20万元，并在日前举行开训典礼，希望借此逐步补齐司机缺额。从培训阶段就跟公车业者配合，给他基本的薪资，也就是所谓的受训及就业。受训的5个月期间，我们给他基本的本薪，给他学习津贴，还有结训的话，顺利结训的话，也有结训奖金。然后开始上路以后，能够做满1年，做满3年，我们都有里程碑的奖金。这个做法就是开源，这个做法在全国各县市应该是首创。我们希望说，在桃园这个做法能够示范成功，能够变成其他县市或许也可以来一起采用的做法，帮我们桃园也好，全国也好，把这公共运输的驾驶人力能够做一个疏解。第一波报名的人数有90多位，最后经过筛选通过受训的有32名，其中还有1位是大陆的新住民张坤。他表示，驾驶工作薪水高，还有完整的训练，他觉得这样的政策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桃园政府提供的这个的话是蛮好的，让我们所谓的新住民在这边的话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的话又有补助的情况下，让我们至少生活工作的话都有未来的方向会更好，这样的话安定生活，家庭会比较和睦。为了解决桃园的驾驶荒，桃园市以固本、结缘及开源3个政策因应，补助驾驶员薪资，调整班次，并且推出受训及就业计划，留住人才的同时，也增加员额。我们加码给我们的公车业者补贴他的薪资，让至少现在的公车的驾驶业者的这个人数不要降低，这个我们的固本。另外，在一些比较乘客少的路线、偏远的路线，我们大车换小车，把大车跟大车驾驶挪到比较需要的路线，这个我们叫做节流。第3就是开源，我们设法要去找更多的驾驶的这个人力能够投入。那么，但是呢，毕竟还是很难找，所以我们干脆就从源头开始。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建议中央可以开放国道客运使用双层巴士，增加运量，也降低驾驶数量需求。至于开放外籍司机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训练。如果有非这个对岸过来的这个新住民的话，我们会给他适当的训练，让他对这个语言对话上面、文字的辨认上面有基本的训练。那么另外呢，国道的客运也是非常的短缺。我们觉得国道上面的这个路途的净空应该足够是可以来行驶双层巴士。如果能够开放双层巴士的话，一部车可以载的这个乘客的数量可以多很多人。但是呢，也是只需要一个驾驶，所以如果讲这个运输效率的话，我们期待我们的中央交通部可以考虑引进双层巴士。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计划，在受训的5个月就能领最高20万元补助，新住民跟原住民最高有25万，职业满1年加码2万元里程碑奖金，3年再加码6万元。预计2年内招募200名新驾驶，合作的驾训班也会全力协助学员通过考试，解决驾驶荒。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左营半屏山后巷的登山步道原本是旧的采矿道路，崎岖不平。但是最近登山客发现，这条登山步道铺上的水泥变得平坦好走，旁边还做了排水道。
里长也希望可以多种一些原生种的植物，让半屏山恢复原本的样貌。沿着半屏山后巷的登山步道，除了前面有一段木栈道之外，后面就是水泥和碎石路各半。再往上走，水泥路越来越平整，变得好走许多。登山民众都大声称赞。他现在修得很好了，他就是以前是那个 logo 旧那个造成高高低低有一些老人走路都崎岖不平很容易摔倒。因为现在的人体力很衰弱。经常要叫救护车，救护车要上去很简单。对，当初它本来就有个基本型的水泥在那边，就是要让救护车上去。除了登山步道变平坦好走之外，道路两旁也砌出了排水道，步道中间还有节水沟，可以让雨水导入排水道，再汇入下面的治水池流到山下，步道就不会积水，土石也不容易被冲刷。以前这地方没有做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一下大雨，那这里就变成一个长江黄河，都是黄河滚滚这样流，那土石就跟着流下来。那现在这样改善之后，当然一定是非常好走，而且他有注意到旁边能够让那个岩石啦、落石头可以沉积在旁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理想。那以前的话是把整个泥土都被带走，那现在它是这样子很好的。原本这一段后巷步道是旧的采矿道路，布满珊瑚礁岩，非常崎岖难行，有点像考验挖冰的天堂路。现在整平之后，一路上来可以欣赏到半屏湖，还有高铁、台铁等铁道设施，要登到山顶也会加快许多。那其实因为我们看了以后，确实是造福我们这些来登山的这些的市民，那相对就是提升他们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安全性嘛，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的一个几十年来总算看到稍微有一些改善的一个步道休闲的工程的，这个是很好的休闲活动也可以疗愈看赏鸟什么之类都可以除了步道和排水道改善之外，里长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继续向银合欢等外来植物移除，多种一些台湾原生种植物，而观景平台的杂树也可以定期修剪，方便民众休憩赏景。像我们这边也是可以做一下规划，就把它变成把那一些树杂树稍微修整一下，可以从这边眺望到我们的莲池潭的美，也让我们这些市民知道说，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是哪一些的。种科啦、品科出来。半屏山是北高雄一处绿色瑰宝，因应台积电等科技人才进驻，将一旁的半屏山登山设施进行改善，让大家更容易亲近山林，享受大自然。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举办的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登场，延续12届以来的成果与文化使命。展出1000多件艺术作品，而且和在地连结，推出了收藏家特展，同时更结合了台南400，要让观众体会台南的艺术能量。3、2、1 ，Art 台南2024正式启动。2024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幕，汇聚50家国内外展商。超过250位艺术家在台南精英酒店展出1500多件作品，以平面为主，大部分都是油画跟亚克力，然后再来就是以雕塑类，还有一些水粉的画。那我们这一次想要展现是从中生代，然后一直到很多新锐艺术家。我们这次展出的其实比较偏向当代一点，然后比较抽象，那同时也有一些具象。每间画廊都呈现出多元的艺术作品，其中的亮点是和5位台南当地艺术收藏家合作所推出的藏家特展，里面总共有12件世界各地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画作，以及雕塑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盐田千春的一个大型雕塑。每年艺博会也都和台南新艺奖合作，扶植青年艺术家，透过媒合画廊独立展间的形式，接轨艺术市场。非常多的跟在地的联系然后有提醒我们有不同的创作跟展览的机会。我一直以来的创作脉络是比较有在
挑战艺术的定义，或是观者他们观看一件艺术品的极限。今年适逢台南400，台南艺术博览会更强调深耕当地艺文连结，在为期3天的展览当中，展现台南丰富的艺术氛围。那这次画廊协会所主导的这个台南艺术博览会，也特别有跟了很多我们在地的包括奇美博物馆的合作，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店家跟这个旅游景线的一个合作，所以相信会带来更多的人潮。作为台湾开春第一档重要的艺术博览会，也预示着台湾整年度艺术创作的思潮与收藏风向。欢迎大家前往参观，探索台南的艺术。记者杨秋怀台的报道。高雄九曲塘车站附近的中心街市场，有一间没有招牌的面店，独门的油葱肉燥面已经飘香30年，而且只需要铜板价，深受在地人喜爱，连市议员也成为常客。因为没有店名，口耳相传下，大家都称呼这家店叫做九曲塘阿婆面。走进店内，切些卤菜，点一碗大干面，再来碗清汤。这是这间位在九曲塘中心街市场内的阿婆面店标准套组。这一碗铺满了一圈肉燥的干面，充满了古早味的味道，看起来相当的诱人。均匀搅拌后，再配上独门辣酱，真的是相当的美味。大麻酱干面，然后卤味，然后清汤。30几年了，差不多32有了吧。大部分大家都点麻酱面，要不然就是龟啊，大树的龟啊很好吃。骨呢，我们这个都是大骨，我们这个是真的都一整桶的，等一下还会再换。现在倒骨汤我赶快，为人拢特地要来喝这一碗汤。可以看到这间面店并没有招牌，但每到用餐时间就满满都是人。虽然没有店名，但是还是许多人闻香而来。久而久之，每个人都称呼这间面店叫九曲塘阿婆面，是在地人与饕客所爱的市场小吃。就连高雄市议员每到周边洽公，也要来这边吃上一碗面。哇，这个面单真正口味够好，古早味的。我若有早摊来到这，我拢会停来，来卤了就是切豆皮、豆干、大肠头、猪头皮啊，这是我感觉上好食的卤菜啊。麻酱干面。若配清汤就够好，若搁加一个偏食汤，搁愈好。一碗满满的干面，再配上一碗清汤，只需要铜板价，生意相当的好。老板娘的手完全停不下来，有许多在地人吃阿婆面从小吃到大，但就像是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虽然被叫做阿婆面，但是初代的阿婆已经退休了，现在是由第2代来接棒。以前是阿婆在煮，现在他们是传宗下一代了。阿婆现在没有在煮面了，因为我已经37了，从我小时候就有了，所以这已经30几年了。嫁过来是公公婆婆在弄，我一开始我是帮忙。对。中心街市场就位在九曲塘车站附近，有来到高雄大树游玩的游客，不妨来到市场内品尝这间已经延续30年的九曲塘阿婆面。记者孙军、刘伟霆高雄报道。台南知名5星饭店推出马来西亚味觉之旅，由马来西亚籍新秀厨师掌厨，集结了马来式肉骨茶、咖喱拉萨海鲜汤、椰浆饭等多道马来西亚经典的菜肴，让消费者不用出国就能品尝最道地的大马料理。远东 Cafe 自助餐厅的林营生师傅，因为受到亲人启发，自小对烹饪产生兴趣。在他17岁那年，选择加入海外青年技术学院，来到了台湾学习餐饮技能。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先从基层学徒做起，经历了1年多的磨练，林营生决定再次回到台湾就读大学部餐饮科，持续精进技能。为累积经验，他也积极参与了将近20场以上的国内外厨艺赛事，也取得许多亮眼佳绩。这次的马来西亚味觉之旅，他也亲手献出多道大马料理，就是希望能让台湾的消费者品尝到最道地的家乡味。椰浆饭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对，就是，因为它就好像台湾的肉燥饭，我们都会几乎1个礼拜会吃好几次。那它的特色主要是里面会加了一些香料。香茅啊之类的，然后加椰浆再煮。沙爹鸡的部分是
一样腌制，主要是以香茅跟姜的味道、黄姜的味道，然后腌过了之后再去用印度炉去烤，烤了之后再嗦香茅油，然后烤到表皮有点酥酥的就可以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肉骨茶差是在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然后马来西亚是加了药材类，然后跟蒜头还有胡椒，所以比较有药材味，然后有比较补、比较养生。马来西亚味觉之旅自即日起自4月14在台南远东香格里拉10楼自助餐厅登场，期间不管是肉骨茶、沙爹、拉萨或者是磨磨渣渣等大马必吃料理，在这一次就能享用到。即日起到4月14号，在这个餐厅我们推出马来西亚味觉之旅，由我们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林师傅带来他的家乡必吃的经典的料理哦，包含肉骨茶，然后还有沙爹，然后还有椰浆饭，然后还有马来西亚必吃的磨磨渣渣等等哦，精彩的很多的料理，每天在这段期间我们都是轮番供应，欢迎大家把握时间来品尝最地道的马来西亚美食哦。为呈现缤纷的南洋风情，阿山师也精选了新鲜的食材，搭配马来西亚新香料，设计出一系列的大马美食菜单，为的就是希望能将儿时最熟悉、怀念的好滋味介绍给台湾的美食爱好者。记者张寿维台南报道。为了让民众有机会认识海女文化，海科馆展开一场探索海女与海藻文化的活动。除了播映荣获2016美国金勋奖章的《亲亲海洋》影片外，还邀请日本文化人类学博士藤川美代子来台分享台湾和日本海女的相关研究。来自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博士藤川美代子打破大众对日本、韩国才有的海女印象，特别研究台湾，在早知道活动中分享台日韩海女与海藻相关的研究。我今天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做过的台湾东北角海女生活与海藻文化的部分。所以呢，今天呢，同样是海女的蓝妈妈指出，更加认识不同种类的海藻。很感谢海科馆举办这个藻类。其实我也是8朵子的海女。那你现在看这个藻类这么多种，它的功用，像我做石唇，石花洞变了很多很多样的冰品。所以今天我来认识的更多。很感谢举办这个，就是串联东北角的海洋相关议题。海科馆特别举办早知道系列活动，更欢迎大家来走走，感受海洋的魅力。海科馆所在的8斗子这个区块，有关的海女的文化，能够跟贡寮那边的一样是海洋文化这种议题，能够在这边得到交换。现在3月海科馆旁边的潮境海湾，就会看到很漂亮的绿色的藻开始慢慢繁衍出来，很希望各位观众有空就到海边走走。好发在冬春2季的海藻种类众多，海科馆教育中心还特别结合星座，带大家用不同的面向认识藻类。藻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那其实，在某些藻的生物的特性上面，它其实也跟人的本质上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藻卡跟12星座的结合的同时，我们就试着去取用了不同的藻的生物特性跟人的星座的上面的特性去做一些结合。那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松藻，松藻其实它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组织的那个结构的藻，然后直挺挺的站在这个海水里面这样子立起来。然后为什么说它会像是一个摩羯座的特性呢？因为摩羯座就是很固执、很顽固的一个星座，所以你要去把这个藻给拆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特性，所以把摩羯座跟松藻合并在一起。那其他的某些藻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蕨藻，我们选了2个，就是因为蕨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外形，它就像双子这样的一个星座，他们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所以有时候会不表现出来。所以这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的结合。那其他藻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游客之间产生一个互动，让游客会更清楚认识这些藻的存在，然后也喜欢它们。
就是要更接近大众。海科馆还特别邀请荣获2016美国金勋奖章的导演吴慧君带来《亲亲海洋》的影片赏析。全台湾的一个海女的一个装扮当然有所不一样。那我们的东北角的海女主要是用这个自己做的一个伸缩布的一个头罩，还有就是人工做的一个蛙镜，那也有所谓的金衣。那另外他们的一个这个采捕的这个网子也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是原先的渔网，然后另外特制弄一个这个。用一般的电线把它整个缠绕起来，紫花菜就会直接从下面卸下来这样子。那也希望说政府可以重视到说我们海女这一块，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申请台湾自己本身的无形文化资产。那我们希望说能借由这一次的机会，也感谢我们那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一个协助，透过导演吴慧君女士的视角，了解东北角的人文聚落、滨海学校的海洋教育、在地的环境及产业，让对海洋文化和海藻有兴趣的民众收获满满。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独立书店欣欣巷弄书屋在下龟山聚落推广阅读多年，近日举办小型的艺文展。不仅回顾成立8周年以来的心路历程，也展出桃园与龟山的独立刊物，呈现书店对龟山的情感。欢迎民众到书店走走逛逛。你对书店的想象是什么呢？隐身在龟山后街的独立书店欣欣巷弄书屋近日举办小型艺文展，透过简单的图文来介绍书店，并回顾老板夫妻2人自2016年开店以来的心路历程。不仅每年向政府申请计划从事艺文活动，也固定举办每月读书会以及周3绘本说故事活动，在下龟山聚落推广阅读，希望能让更多人成为阅读新星。在社区呢，就成立这一家书店，其实不是只有卖书，因为书虽然是我们的精神所在，但是呢，我们期待在社区里呢，还可以更多艺文可以借由这个书店，然后引进。每一个月读书会之外呢，还有每一个礼拜3都有说故事活动。然后我们跟吴菊芬老师合作，就是他礼拜3会选读绘本，然后来这边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这样。然后除了这个固定的活动之外呢，我还会举办一些讲座，邀请作家过来，然后认识书店，把朋友们或者是喜欢书店的朋友也一起推广分享这样子。我希望呢，除了阅读欣欣巷弄书之外呢，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位阅读新星。欣欣巷弄书负责人杨云芳也从自己喜欢的诗集《飘鸟集》中揭露出一句话来表达书店营运的核心理念，希望书店能成为旅人们躲避社会纷扰的阅读之道。也因为如此，尽管书店搬过2次家，却也因此认识了许多龟山的在地伙伴，甚至店内也特别规划一区展出桃园和龟山在地的独立刊物，成为他们营运书店的一大收获。这个我渴望着歌的岛，致力在这喧哗的波涛起伏的海中，这是泰戈尔的一首诗，然后是《缥缈集》里面的一首诗，是我非常喜欢，而且呢，我把它当作是开书店的核心精神这样子。可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抽出一点空来，然后我们等待他们，然后接纳他们这样子，所以有很大的收获是，原本呢，我期待书店呢，可以在社区让大家看见。那我觉得也很幸运的，就是努力的这8年呢，也很多龟山的，就是同伴、伙伴们，或者是喜欢书的朋友们，会从龟山来到书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展览从即日起到3月30号星期六，现场还有摆出负责人受几本巴娜娜想想下北泽所启发，而这段与人合写的诗集与散文诗阅本，以在龟山生活的所见所闻为内容，呈现书店扎根龟山的深厚情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走走逛逛。记者吕婷台湾报道。你喜欢可颂吗？一间位在冈山的可颂专卖店，他们的缎带可颂外皮酥脆，内层蓬松，很受欢迎。但令人讶异的是，这些色彩缤纷的可颂是一位天生看不到颜色的甜点师傅做的。带您来了解这位猫头鹰主厨的色彩甜点学。可颂对于欧洲人，就如台湾人对馒头，是日常最常见的面包。
酥酥脆脆的外皮配上蓬松柔软的内层，让人看了就口水直流。而这间位在冈山的法式缎带可颂，更是以色彩缤纷的酥脆外皮受到大家的喜爱。IG 上看到，就是在那种美食部落客在那边看到，就觉得它的东西蛮特别的嘛。其实离蛮远，就特别跑过来这样，因为我在前阵视觉跟味觉都很棒。对，所以才会那个蛮有名的，所以同事就一致决定说下午茶我们要吃这家。不止外形看起来相当可口，像是这颗玫瑰口味的可颂，除了外皮酥脆，内馅还可以吃到真的玫瑰花瓣，是使用台湾在地的玫瑰，连小朋友都爱吃，都还蛮爱的然后这次是小朋友指定要玫瑰的。香味十足啊，然后它的口感层次都很好啊，对，而且又不会过甜腻。我比较喜欢他们的麻糬跟大花玫瑰，因为它这个一般在市面上比较少吃得到这种。但是这些色彩亮丽的法式可颂背后，竟然是一位分辨不了颜色又有高度近视的法国蓝带猫头鹰主厨所制作出来的，让人相当压抑。这一颗一颗的可颂配色是他亲自调配出来的。缎带可颂除了它颜色比较缤纷之外，我想说可以跟市面上的可颂有一些区隔。那缎带这一层加一层缎带之后，就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颜色的变化。那除了颜色缤纷之外，它的口感也会增加一个脆脆的薄脆的那一种口感。带着厚厚的镜片，每一步都毫不马虎。主厨李优昌天生就看不到颜色，靠了记住每个颜色的色码和不断的尝试与调配，才有了这些美丽的缎带可颂。经由他的手做出来的可颂，每一个都记录着他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只要相信自己，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也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对，在学时期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差别人很多。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够相信自己，然后去执着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兴趣，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不会比一般正常人还要差。这些美丽的可颂，除了美味以外，也记载着一位甜点师的故事。虽然可能眼里是黑白的，但确实写下了彩色的人生篇章。你也喜欢可颂吗？不妨来到冈山这家可颂专卖店，与猫头鹰主厨来杯下午茶吧。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新北市政府公布春游新北 Love 在其中春季20大系列活动，从4月一直到6月，邀请大家到新北一同赏花、品好茶、尝美食、逛市集、参加艺术季，尽情感受春日美好时光。舞者化身蝴蝶，以曼妙的舞姿为新北春季系列活动发布记者会揭开序幕。新北市政府跨5个局处及8个公所，整合各机关4月到6月的活动，并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北关处以及东北角管理处和民间食宿业者共同行销，推出了20大亮点活动。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除了有揭开春季赏花序曲的新北春分节艺术花海活动，还有各项结合亲子共游，像是陶博馆的烟翠梅活动，也从即日起开放报名。还有各式结合在地体验的2024观音，以及野柳时光夜访女王、西手艺术家推出的2024芙蓉沙雕艺术季和2024北海岸时尚艺术季，精彩丰富的春季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安排一趟浪漫而且充满艺文气息的旅游。今年也就是我们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5个局处、8个区公所，那提供了我们超过20档的各项的一个活动，有室内有室外那也各个行政区，那包括像我们这个礼拜马上在大都会公园要登场的我们的春分节邀请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野餐来听音乐。那同时像在莺歌，我们在现在目前即日也已经接受大家报名我们烟翠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另外像在坪林，我们在6月也有即将推出春茶，那同时在4月就有一个茶山聊聊的一个相关活动。另外在我们的青孙山海线呢，大概从巴黎，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去赏到生态到观音山去赏樱。那同时像13行博物馆也有我们的考古生物节的活动。
另外，像我们在5、6月，包括瑞芳，我们的红灯笼的一个第2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另外还有我们包括像夜访我们野柳的一个女王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都邀请我们所有伙伴共同一起可以来到新北，然后可以体验我们在透过不管是在假日或在平常有休闲的一个时间，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各项的活动。龚雅文表示，春游新北还有新北夜访9份红灯笼、健康路跑、赏花季、品好茶、逛市集、看水舞、观音趣、读文艺以及走遍艺术季打卡拍美照，让市民们享受春日时节轻松愉快的时光，体验新北城市充满活力的氛围，并怀抱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活络新北市的观光经济，一起乐在其中。记者赵时渊新北采访报道。台糖公司总管理处举办的深呼吸糖厂意象喝醋冰活动，特别邀请邻近学童一起种树，还将台糖珍藏的538蒸汽火车头移到生产路旁，结合福利社胜利号5分车往美车站，希望成为台南东区的新亮点。位在东区生产路台糖总公司的福利社，于今年1月24日改装重新开幕后，成为不少网美打卡的景点。3月份结合植树节，台糖公司邀请邻近的崇明国小附设幼儿园小朋友，在卖场旁的花圃种下树苗，并举行5分车廊道揭牌启用。请揭牌。我们在福利社改造成功了以后，也发想说，我们总管理处里面有2部蒸汽火车头，一部是民国14年制造的，一部是这个538，这个1937年制造的。我们可以拉一部到我们的这一个人行道的旁边，那可以形塑一个糖铁的意象，搭配我们的这一个福利社，应该会让不管是我们的台南乡亲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外面来台南的，有一个新的一个亮点，有一个新的一个打卡的景点。台糖公司董事长杨明洲表示，5分车步行廊道主要以甘蔗田为发想，设计出绿色格栅型波浪围篱，搭配台糖珍藏的538号蒸汽火车头，后方4节车厢设计为户外的座位区，提供游客休憩的新景点。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劳工博物馆推出末代矿工摄影展，透过物件及影像的记录，带您走入矿工朋友的打拼岁月，一同见证台湾经济起步的劳动历史。台湾矿工平均4、5万个人，他的现场死亡是66%的5%。最后那个4、5年他们都得了一个机会是家里要放1台氧气机。这是2021年的5·1劳动节，台湾末代矿工前往立法院陈情的身影。多数老矿工们都已经超过80岁了，并且都因为早年长期在煤矿坑里工作，吸入过量粉尘，导致有严重的尘肺病缠身。为了争取活命的机会，不得已发出最后一口气，希望政府严拟政策，提供照顾办法来安度余生。劳动文史的资料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取得，但是我们当时知道说，其实侯洞文史馆、侯洞矿工文史馆，他们其实自己用自己的退休金去做这个馆，而且用尽了很多资源去把他们这些矿工的历史都收集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把他们这批资料一起带到南部来，让南部的民众可以知道，因为我们认为说劳博馆呢，不只是高雄的劳博馆，也是台湾的劳博馆嘛。60年代，煤矿工们不怕暗黑高温湿闷的地底，开心进入矿坑内工作，不仅撑起台湾重工业的能源来源，更重要的是能够照顾到一家大小生活上的开销。投入矿工职业也不分男女，人数最高还曾达到65000人。影像记录着当年投入矿业的青春笑容风采，瞬间的岁月时光，再见已是银发苍苍，以及风霜雕刻出的雨柔身形。唯一不变的是那段曾经身为台湾女工刻苦耐劳、坚毅的神情。我知影做工人的艰苦所以来参观一下。古早的矿工是真辛苦啦，历史我有看到这个故事影片拢是艰苦人，我嘛是艰苦人大汉的。即摆小朋友爱互伊了解讲
古早人很辛苦的过程。新加坡人我是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刚好经过这个博物馆，所以我才进来看，好奇嘛，很刻苦，就是很勤劳。这甚至在现在走在街边啊，那些做饮食业的都很辛苦，都很愿意去做。有很多人会问说，高雄没有矿工啊，为什么会在这边展矿工展呢？其实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说，其实高雄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依赖重工业的发展，然后去把这整个经济也带起来。它带起来不只是高雄的经济，也是全台湾的经济嘛。那当时其实煤矿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能源的来源。那有一段时间，其实北部的那个煤矿其实是大量的运往南部，然后去支持这样子的工业发展。那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不能说因为南部没有矿工，它就跟台湾或是它就跟高雄是完全没有连接的。透过当年煤矿场内的物件以及影像的述说，让参观民众感触相当深刻。高雄劳工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劳工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次展出的末代矿工摄影展，直到4月6日。进场观展全程免门票收费，打卡盖章保留来过的记忆外，劳博馆也会免费协助观展民众将打卡明信片寄给想要分享在台湾的亲朋好友，这段得来不易的历史记忆。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